大家都30萬左右嘅車，但係結局係一個係生，一個係死。實踐係檢驗真理嘅唯一標準。再好嘅營銷手段、廣告文案同埋實驗室數據，響真實事故面前，全部都要打回原形。4月6號，一名中國籍選手挑戰高難度動作，響重慶嘅市區開住一台特斯拉 Model Y 高速撞向隔離帶，成功起跳，先幫對面台貨車鏟個平頭，再凌空翻騰360度轉體，最後騎響3台車嘅車頂上面，難度係數5粒星，成套動作落嚟行雲流水，我直接幫佢打個滿分。但係更神奇嘅係，響呢個時候，女飛行員竟然可以自己打開艙門，仲完全冇事。你冇睇錯，係一個女機師，佢落機之後嘅第一件事係梳下個頭，真係鳩屎，唔係講笑。佢嗰份保險夠唔夠賠，我就唔太清楚，但係佢執翻條命仔就已經值回票價。3月25號，又有一名男子選手，亦都係駕駛特斯拉 Model Y， 響杭穗高速通山段，因為疲勞駕駛瞌眼瞓，直接鏟上護欄起飛，凌空翻騰720度自由落體運動，難度係數4粒星。特斯拉嚴重損毀，但係個機長能夠自己打開艙門，毫髮無損，自己報交警出險。若非親眼所見，你同我講佢拍緊電影我都信。你哋再睇下最近啲小米縮柒，撞車着火仲要開唔到門，大家都係30零萬嘅車，點解啲安全性又差距咁大？好多人笑特斯拉係無胚房，乜柒都冇，但係人家嘅重點研發投入係響車身結構同埋3電系統。特斯拉係全球首個將馬氏體鋼同埋一體壓鑄技術大規模量產嘅車企，一體壓鑄成型嘅工藝減少咗焊接同埋組裝環節，而且能夠降低車身重量，提高車身嘅整體剛性。馬氏體鋼通常係用於火箭發動機殼體、直升機起落架呢啲高強度嘅場景，抗壓強度同埋抗衝擊能力遠超於普通嘅鋼材。Model Y 車頂可以承受9萬牛頓嘅壓力，相當於2層集裝箱壓頂，依然能夠保持駕駛艙完整，大幅提升咗車頂嘅抗壓能力。底板嘅4條橫梁亦都係採用咗馬氏體鋼，屈服強度達到1700兆帕。相當於每平方厘米可以承受17噸嘅壓力，達到咗坦克級別嘅防彈標準。側面碰撞能夠抵禦32噸嘅衝擊力，不但只能夠保護車內嘅人員安全，仲能夠防止底盤高壓電池受損。比起裝甲車嘅鋼板都仲要硬，就算發生碰撞，都可以減少電池起火爆炸嘅可能性。今日唔係喺呢度幫特斯拉賣廣告，依家啲新勢力造車搞埋晒啲古靈精怪啲冇鳩用啲嘢。冰箱彩電沙發就叫做創新，叫做遙遙領先，但係喺安全問題上面混淆視聽，響自駕功能未完全成熟就急於普及，等用戶成為實際道路測試嘅白老鼠，一定程度上就增加咗用戶嘅風險。買車就唔同得買手機，呢條片你記得發俾準備買電車兄弟，錢冇咗可以再揾，命冇咗就屙撚炒粉。買車之前你不妨諗一諗，呢台車能唔能夠保住你條命，定係攞埋你條命？八字唔夠硬的話，千祈唔好開自駕。同意嘅兄弟點讚，我哋下期再見。